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今仔日是9月份的第一主日。咱的兄弟姊妹，通伫过去对正月到8月，大家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看顾，拢会当有平安甲喜乐。相是咱伫今仔日嘛要来举行主日学正该启程的感恩礼拜，咱来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产业遮尔多、遮尔丰富，互咱有即个稳定来见证咱的细囝的大汉。愿上帝来引带祝福，互咱的教会会当代代为主做见证，代代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咱都再一次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成做阮的帮衬，互阮淡水教会147年的历史中间，虽然是一丛老树，却是阮看见到侪神机伫即丛树内底来维持即丛树的性命。阮也看见到上帝是阮代代的帮衬。毋干那照顾阮的时代，嘛看顾阮遮时岁。当阮伫今仔日来举行主日学正该启程的感恩礼拜，愿上帝来赐福保守，互阮遮的细囝，会当伫因人生每一个阶段，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赐福。嘛恳求主你的圣神，通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。特别放伫遮个细囝的生命内底，来成做因的帮衬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我想咱爱感谢上帝，教会伫每一年来举行主日学正该启程的感恩礼拜，这是一个非常欢喜甲喜乐的代志。所以，咱伫今仔日一方面，咱参与伫遮个细囝成长的过程；一方面，咱嘛见证咱的兄弟姊妹的家庭，世世代代拢得到上帝的看顾甲保守。所以，若照着教会的规矩，若遮个细囝因还未成人的洗礼，也是还未坚信礼的进程。伫教会内底，拢有责任，每一个人来教导主日学的细囝有关信仰上帝的代志。所以伫今仔日，咱邀请遮个细囝，包括遮个家长，热来到伫礼拜堂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这嘛是互咱的主日学的细囝会当有学习，会当有认捌。咱伫教会内底。毋是干那只有时代，还佫有时势。所以今仔日遮个主日学的细囝，的确，因的活泼，因的兴奋，因的欢喜，会来互咱的礼拜中侪少有干扰。但是牧师嘛要来向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分享。当咱的细囝伫咱的中间的时，咱嘛会当趁即个机会来提醒咱的细囝敬拜上帝的要紧。特别咱在座真侪遮的主日学的老师，甲遮的家长，嘛是会当借着即个机会，互咱的细囝通清楚伫礼拜堂内底敬拜上帝，侪遮的态度和原则。当然。爱感谢李炳宏长老伫长期正做主日学教育的辅导甲关怀。我嘛爱感谢杜佑伦执事以及郑杰执事，因伫这几年来伫主日学的威信和负责任，互咱教会遮的细囝伫每一个主日。
拢真安稳、真欢喜，会当伫教会来参与这主日学的聚会。同时，我嘛爱感谢咱遮的家长，包括咱遮主日学的老师，恁的参与。虽然恁伫马街大楼，阮无一定看会到，但是恁一直是牧师心中一直挂意的对象。所以，通过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我爱代表教会来李炳宏长老、杜佑伦执事以及郑杰执事，还有咱主日学的老师、家长来说多谢。因为恁伫一个无人看会到的所在，伫遐恬恬的服侍，会当互咱教会的信仰来传承落去，愿上帝来悦纳恁的所做。牧师嘛要邀请咱，甲咱的主日学的老师，咱用普卡声来甲因感谢。我想伫今仔日。会当讲是一个真欢喜的一个时刻，当会当看见着遮个细囝，聚集伫咱的礼拜堂的中间，嘛有人会甲牧师提醒讲啊，遮个囡仔若来到伫礼拜堂会吵闹会影响，但是牧师嘛要来甲咱的所有的同工提醒，伫教会内底，敢若遮个细囝有即个特权，会当伫教会内底来大声甲吵闹。因为就亲像耶稣伫早前伫旷野，或者是伫侪人的中间讲道的时阵，嘛是一群细囝，通伫耶稣的周边伫遐吵闹，伫遐有可能甚至有冤家相拍的时阵，但是耶稣甲伊的门徒讲，无得就近遮个细囝来就近我。所以，通过伫即款的态度，我想咱伫今仔日会当用着一个真包容，会当用着一个真接纳的心，互咱遮个细囝伫礼拜堂内底，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所以牧师嘛要通过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通过2节的圣经节，咱要做伙来分享，嘛做伙来勉励。第1节的圣经记载伫诗篇127篇的第3节。若咱手头有圣经的兄弟，牧师邀请你会当甲你的圣经甲拍互开。诗篇127篇的第3节，这段的圣经甲咱讲，看，今日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，怀孕的胎是伊所予伊的报赏。我想这句圣经节真水。甲咱提起着今日是上帝予咱的产业。若你手头是摕华语的圣经，你会看见着讲，这段的翻译甲咱讲，今日是上帝予咱的福气。所以，若既然是福气，咱就爱保护，咱就爱去珍惜。特别伫这个真少生囝，咱讲少子化的这个时代。我感觉讲，咱教会的社青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，大家拢真拍拼生囝。所以牧师若出去甲其他的教会牧师做伙开会的时阵，我拢感觉我真骄傲，因为咱的主日学的人数一直来正做伫咱中会真头前的排名。所以，倒来到伫咱的教会来看，咱的囝儿、咱的细囝遮尔多的时阵，代表咱的教会有真侪产业。所以，咱做一个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就有这个责任，爱来回应上帝予咱的产业，要怎样来有责任来正做因的保护甲珍惜。产业这2字。若倒来到伫希伯来文的圣经内底，你较详细看，原来犹太人因所讲的这个产业，毋是干那是一个财产，搁较要紧的，都有继承，搁有代表讲产业是咱的一份子、一部分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若照犹太人的看法，囝儿是咱的财产，
囝字是咱的一部分，所以囝字也代表要继承咱一切的所有。但是伊要继承咱的什么代志？等下到伫圣经看，咱会真严肃看见着讲，原来这个继承是一个信仰的价值。对着犹太人来讲，囝字会当遮尔被看重，而且因非常强调教育的要紧，就是咧来甲咱提醒，伫以色列的历史的中间，因是一个苦难的民族。因要怎样伫苦难的民族中间来维持上帝对因的应允，来维持因的民族的血脉，会当成做上帝赐乐应允的一个对象的时阵，因伫即中间来要求因的囝子，就亲像咱拄则所读的启应文共款，爱将上帝的律法，爱将上帝的诫命挂伫两蕊目睭的中央。来绑伫手铐，甚至刻伫门框的内底。所以通过伫即款的宗教信仰的教育，咱看见着咱的囝子会当领受上帝的福气，咱的囝子会当透过对上帝的信仰来领受着大大的恩典。那如果咱从今仔日诗篇127篇做伙来看的时阵，咱看见着讲，伫圣经的内底，伫第50甲咱讲，第40、第50甲咱讲，囝字就亲像勇士手中的箭，这个箭地若满的时阵，代表讲，这是有福气。所以，侪囝孙，这是一个福气的代表。所以，伫咱淡水教会有遮尔侪细囝，有遮尔侪小朋友伫咱的中间的时阵。咱来感觉，咱是一间有福气的教会。透过安尼来，互咱伫每一个主日，会当因为遮个细囝的活泼，遮个细囝的活力，来互咱明白上帝代代是咱的帮助。所以，伫即款的观念对照伫今仔日的第2段经文，伫以弗所人书6章第10到18节的时阵。虽然伫以弗所人书，伊甲咱提起着上帝的即个武装爱专负，所以通过安尼来去抵敌邪恶。我想保罗先生伊咧形容即款基督徒的生活，特别伫俗世的生活内底，伊用了真水的一个形容来，互咱看见着。咱需要耶稣基督的重要，因为伊用着一个军人的装塔来去表示讲，做一个基督徒伫俗世的生活中间，需要有信仰来成做保护甲精进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无法度对第10节到18节安尼一节一节来设计。但是我要邀请咱来注意看第10节的这段经文。第10节的这段经文真要紧，来甲咱提醒，保罗先生甲咱交代，伊讲，就爱我靠主的快乐的关联来勇壮，咱来点伫主的快乐的关联来勇壮。那如果你摕华语的圣经，你看到的是倚靠上帝的大能，所以保罗伫以弗所教会咧提醒遮的兄弟姊妹。就是爱倚靠上帝的快乐，来成做一个坚强的人。咱讲全副的军装，以弗所书所讲的这个全副的军装，就是要来抵挡邪恶。当时以弗所教会因所面对到的是保罗伫遐传福音，有人伫遐来成做伊的对敌，有人伫即中间来成做伊的攻击。但是对14节到17节，那手头的圣经是你家己的，牧师特别邀请你来甲伊画起来。为什么所在呢？14节有真实，有义；15节有和平福音；16节有信；17节
有拯救。最后，甲咱讲上帝的话。我想伫今仔日的这段圣经内底，为什么保罗要甲真理放伫上头前？这在甲咱提醒什么代志？就是咧甲咱提醒讲，当时的以弗所教会，保罗伫遐传福音，有假犹太人伫遐来传假的消息，来攻击保罗所传耶稣基督的代志。但是做一个基督徒，既然去互这个假消息拍甲无才调，抬头挺胸啊！所以保罗讲爱用真实来下药，意思就是讲爱抬头挺胸，爱挖靠真理，伫这个世代内底勇敢来告别耶稣基督的信仰。所以其他的部分，咱会当看起就讲，以弗所教会内底有无公义的代志，有对敌的代志，有唔信的代志，有侪假消息。但是面对着遮尔侪挑战、遮尔侪邪恶的时，唯一会当成做咱的业责，就是耶稣基督福音。我想保罗伊透过伊的生活的背景，伊来甲咱用这款军人的状态来甲咱提醒，咱需要耶稣基督的业责。这个形容真水。我想无论对以弗所教会来讲，或者是对咱现在的淡水教会来讲，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踮伫主的溃烂的关联来用作。同款，我要用这2节的圣经节来勉励今仔日在座所有的会友。无论你伫厝里是做阿公阿嬷，还是做爸爸妈妈，用信仰来做核心的价值、家庭的观念，是真要紧的代志。时代变化真紧，人的心嘛对咧变化。但是，当咱的囡仔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，无用信仰成做人生价值的时阵，应该又怎样会去明白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？伫现在的社会，咱看起着整个社会的气氛，咱一直活伫一个是非，我们活在一个是非、对错、真假这一种傻傻分不清楚的环境当中。我们要面对下一代的成长和生活，更需要用信仰让我们的孩子很清楚的去明白真理、正义、和平、信心、救恩，还有上帝的话。在这个这么混乱的时代中间，咱需要用信仰来成做后一代成长甲生活的教育，互因明白真实、义、和平的福音、信、拯救甲上帝的话的要紧。所以，伫每一次咱咧拜后年度的正该启程的主日礼拜的时阵，咱优先来将上好、甲上适当的日子来互咱的主日学，就是毋茫讲，遮要参加正该启程，遮的细囝会当得到祝福，上是会当透过信仰来开拓因对耶稣基督的认捌。当然，咱借着今仔日这个机会，我嘛真盼望咱全体的兄弟姊妹会当来重视主日学的时间。虽然伫主日学的时间，咱的同工伫隔壁的马街大楼，是一群无人看会到伫遐服侍的环境。有的人会感觉讲，我的服侍无互人看到，真无彩。
但是咱毋通袂记住，咱咧做投资，咱咧栽培咱的后一代。咱通过咱的投资，通过咱的栽培，互咱的细囝熬大汉，通得到上帝赐福的时阵，我想，互上帝来悦纳，是比互搁较侪人看见，搁较要紧。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：树头若徛好栽，安那毋惊树尾做风台。我想，若主日学的教育起做会知，咱的信仰的传承，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就会当避免真侪艰苦，避免真侪烦恼，避免真侪恶杂的代志。我想，当遮的细囝渐渐因对幼稚园要升国民学校，对国民学校要进入到伫国中的时阵，压力愈来愈大，烦恼愈来愈多。那安尼，咱的囡仔是咱的孙仔，究竟咱要用什么款的教导，互因会当去清楚知影，要怎样去克服遮的压力，要怎样来解决遮的烦恼？各位兄弟，伫咱的教会，为什么会强调主日学的教育？就是要帮助遮的细囝，互因会当伫生活的踏踏地地的代志内底，转来到伫信仰来去思考。今仔日我靠耶稣基督的时阵，我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帮助？大家毋通掠做讲我若来主日礼拜，甲细囝等伫即个马街大楼，反正迄托儿所的，我等伫遐，时间一到，我就甲带走，安尼就好啊。但是咱倒来到伫现在，咱所生活的处境，重新去思考的同时，你会发现，最遮的社会问题，毋是咱会当去解决的代志。伫前无偌久，看见着一个国中的细囝，会当因为功课的压力来跳楼。伫顶礼拜的新闻，咱会当看见着一个细囝，伫学校去互11个查囡仔轮流甲伊扇嘴皮。我想，若遮个细囝是咱的囡仔的时阵，咱做家长的，咱无法度来去解决，或者是去面对遮个代志。但是毋通袂记住，信仰是会当来减少社会的问题。若假使讲咱的囡仔会晓倒来到伫信仰上的时阵，公义甲仁爱的代志，因就渐渐会晓去思考，怎样亲像耶稣基督同款。互我的生活充满平安甲喜乐。当我伫准备今仔日个讲道片的时阵，互我重新去思考，究竟伫咱的教会、伫咱的信仰的中间，咱互咱的细囝有啥物款的信仰的价值观，通互因会当伫生活内底活出见证，通荣光上帝。我想这本圣诗。2009年出版的圣诗内底有真侪大家真爱吟的圣诗，但是有一首圣诗一直互我感觉真感动。若咱手头有圣诗的兄弟姊妹，我邀请你做伙献开圣诗599首。圣诗599首，请等下好无？这首圣诗599首，你若看伊下骹遐有甲咱做一个注解。
迄个主角甲咱讲啥物？一个7岁的囡仔，伊得到癌症，但是伊用伊的信仰来去回应，伊怎样伫即个苦难的中间，用信仰怎样来成做伊的克服？这首圣诗真水，因为伊甲咱讲起着，无论伫什么款的时阵，但是因为有耶稣的疼，互伊有仰望甲勇气。这是一个日本人所写的歌曲。感谢主，伫昨有一个妈妈来甲我讲起着一个见证。这个妈妈甲我讲一个见证，讲伊的囡仔吼，会晓算钱啊！可能咱在座的兄弟姊妹感觉讲，囡仔会算钱，哪有啥？但是我感觉听到这个见证了，互我有真侪思考，有真侪遮的感动。因为这个妈妈，伊真勇敢，伊愿意承认囝儿的不足甲软弱。伊袂去甲人讲伊的囝儿是世界优秀，伊袂去甲别人讲伊的囝儿是无敌铁金刚。但是会当通过伊的见证内底，来去看见着做一个妈妈，伊来选择，倒来到伫信仰去思考，去思考讲，今仔日我的囝儿若无上帝恩典，互伊伫少年的时阵会晓想。唔通亲像妈妈、爸爸共款，到伫一个年岁，还来去知影讲，原来过去行遮济冤枉的路的时阵，我想若唔是信仰的感动，这个妈妈无才调讲这个见证，甲我做伙来分享。同款的意思，今仔日咱有啥物款的见证，会当互咱的囝儿真清楚知影。因会当成做基督的精兵。今仔日，咱的囝儿会当因为咱遮做大人的有啥物款的见证，来互咱清楚知影，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疼，有教会的疼，有家庭的疼，有永远的陪伴，互因伫人生的中间一直。会当得到温暖，甲得到上帝的顾守。所以我甲这个妈妈讲，恁爱转去常常甲恁的囡仔讲见证，互恁的囡仔清楚知影讲，爸爸妈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，嘛仰望恁会当因为耶稣基督，互恁的人生充满仰望，充满勇气。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《圣诗599首》。咱若有圣诗的，你会当拍开。咱来看这个歌词，真趣味，嘛感觉真有意思，嘛会当互咱得到真侪感动。咱做伙献开咱的圣诗599首，通过圣诗599首来做伙分享，嘛做伙来勉励。咱来甲第一节的歌词来甲读一遍，吼！第一节的歌词，三来。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无论伫什么时阵，唔通互苦难赢去，也唔通悲伤失志。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就信有耶稣的疼。第二节，咱做伙读一遍，三来。无论伫什么境遇。无论伫什么境遇，就仰望将来福气，主的赐信勇气。有耶稣的疼，有耶稣的疼，因为有耶稣的疼。咱做伙来吟全首。